第37章第1節，雅各徛起迦南地，就是伊的老爸腳骹的所在。雅各的細歲記佇下底。約瑟17歲，甲伊遐個兄三甲過洋，伊是一個囡仔，甲伊的老爸的細姨撇拉的囝、色帕的囝，常常做陣。約瑟將伊遐個兄的歹品行，甲因老爸講。但以色列聽約瑟較贏家佇聽伊的證件，因為約瑟是伊年老生的，伊甲伊做一領彩色的衫。約瑟遐個兄看見老爸聽約瑟，過頭佇聽因，就怨恨約瑟，袂話甲伊講和睦的話。約瑟夢見一個夢，甲伊遐個兄講，因就閣較怨恨伊。約瑟對因講：請你聽我所夢見的夢。咱佇園裡下五角，我所下的起來徛，恁所下的圍壘來拜我所下的。伊的兄應講：總無你真正要做阮的王嘛？真正要管轄阮嘛？因就為着伊的夢，甲伊的話，閣較怨恨伊。後來伊閣夢見一個夢，也甲伊的兄講：你看，我又閣夢見一個夢，有日月。甲11粒星在拜我。第10節，約瑟甲伊的老爸甲伊的兄講，因老爸就責備伊講：你所夢見這個夢是怎樣？總無我甲恁老母、恁兄弟，攏要拍地拜你嘛？伊的兄攏怨妒伊，伊的老爸用這個話記佇心內。約瑟的兄去示劍，飼老爸的羊。以色列對約瑟講：恁兄儉毋是佇示劍飼羊嘛？你來，我要找你去因遐。伊應講：我佇遮。伊甲伊講：你去看恁兄有平安也無，羊群有平安也無，倒來甲我講。就找伊出希伯崙的山谷，伊就去到示劍。有人撞到伊佇山裡迷路，就問伊講：你在找什麼？伊講：我在找我的兄，請甲我講，因佇倒落在飼羊。迄人講：因已經離開遮，因為我聽見因在講，咱來去多丹。約瑟就去入伊的兄，拄着因佇多丹，因遠遠看見伊，伊猶未行到因遐，因就三甲計謀要害死伊。大家三甲講：你看，做夢的來啦。第20節，後來當咱甲伊刣死，迄佇一個大井，才來講有歹獸食伊，咱才看伊的夢將來怎樣。流便聽見，就救伊脫離因的手，講：咱毋通害伊的性命。流便閣對因講：毋通互伊流血，通甲伊迄佇即個曠野的大井，毋通下手害伊。意思是要救伊脫離因的手，互伊倒去伊的老爸遐。約瑟到伊的兄遐，迄碟因就褪約瑟的外衫，就是伊身軀迄領彩色的衫，就掠伊迄落井。迄個井是焦的，內面無水。因坐地食餅，夾目看見一陣以實瑪利人對基列來，用駱駝備香料、乳香、沒藥，要帶落去埃及。猶大對這兄弟講：咱刣死咱的小弟，囥埋伊的血，有什麼利益？咱來，甲伊賣互以實瑪利人，毋通下手害伊，因為伊是咱的小弟，咱的骨肉。兄弟聽伊，有遐個米甸的生理人對遐價，伊的兄就甲約瑟對井內背起來，將伊賣互以實瑪利人。得到20個銀，遐人就帶約瑟去埃及。流便倒轉來井邊，看見約瑟無佇井內，就拆離家己的衫。第30節，倒去小弟遐，講：囡仔無去啦，也我呢，我要打落去。因就抬一隻山羊犅，將約瑟迄領衫運毀，就找人摕迄領彩色的衫去因老爸遐，講：阮找到這領，請你認看，
是你的囝的外甥也毋是。伊认得就讲，這是我的囝的外甥，有歹受甲食伊，約瑟的確互伊拆喙。雅各就拆利衫，搖下抹布，為伊的囝哀傷濟日。伊的囝甲伊的查某囝攏起來安慰伊，伊毋肯受安慰，講我的確哀傷落陰府到我的囝遐。伊的老爸為着伊啼哭。米甸人帶約瑟到埃及，將伊賣予法老的人臣是會長波提法。